迎收睇真梨花探訪呢個 channel 啊！大家好啊，我係 Jennifer。今日呢條片咧就同各位街坊朋友分享下俗稱珠海後花園嘅坦洲錦繡國際花城呢個樓盤嘅。當然啦，每個樓盤咧 Jennifer 咧都會回贈翻5到7萬蚊俾各位，保證你用最低嘅價錢買到心儀嘅單位啊！首先，國際花城咧，發展商咧係敏捷地產打造嘅一個1000畝大盤，的確係人居大型樓盤。你唔信嘅話，馬上過去行一圈，咁你就可以感受咩叫人居大盤啦。咁錦繡國際花城咧，佢嘅校網咧都係比較齊嘅，出門讀書咧好慳時間，因為學校咧就喺樓盤隔離，幼稚園、小學、初中都非常之方便，配套比較齊全。你話食飯買餸啊，呢啲全部都係冇問題嘅，所以咧都係比較建議各位可以考慮翻國際花城，的確住起身咧感覺係唔錯嘅。當然呢個就係僅代表 Jennifer 嘅個人睇法，唔代表所有人啊。咁先同佢講翻佢嘅缺點先。首先馬克蚊多嘅問題啦，其實咧喺中山普遍蚊都係比較多嘅。因為內地樓盤咧，佢綠化比較多，加上花城咧又有湖，自然蚊係比較多嘅。因為 Jennifer 都睇過幾百個樓盤啦，好少話冇蚊嘅樓盤。第二個水浸嘅問題啦，每年咧都會有那麼1、2次嘅天災人禍。暴雨嘅時候，一到暴雨咧，特別係花城嘅3期，即係過咗橋嗰邊啊，肯定會水浸嘅，因為地勢比較低。所以冇辦法避免呢個暴雨問題。不過我相信喺呢種大暴雨嘅情況下咧，冇幾個城市係可以抵擋到嘅。好似舊年嗰場暴雨，香港都水浸啦，係咪？呢種天災唔多，但係真係遇到特大暴雨咧，呢個係所有人都冇辦法嘅。第三個，目前花城賣緊嘅係4期4區，未屬於係現樓嚟嘅，佢要明年先至可以收樓。不過花城嘅樓咧，你唔使驚佢係收唔到樓因為我哋身邊咧都有人喺度住咗成10年，未見過花城係收唔到樓嘅。第四，住喺小區嘅業主自然問題係多嘅，偶然同物業有少少嗌霎咧，係因為一啲雞碎咁多嘅事情導致業主同埋住戶之間不和，一般都係1、2期業主居多，管理費係比較平嘅，又想物業各方面到位。我覺得係比較難嘅。其他幾區包括其他新樓盤咧，普遍物業費都係去到3蚊嘅。喺金錢嘅力量上面咧，肯定係服務好好多嘅。錦繡國際花城咧，成個小區成1000畝咁大，分幾期去開發，入住率可以屬於話係比較舒適嘅一個階段。而且小區每一期基本上有公交巴士直達車返香港，非常之方便嘅。依家花城咧嘅主幹道開通咗，仲可以直接去坦洲大型市場買更加好食嘅餸啦。小區內部所有嘅商業街都已經開晒啦，所以喺小區買咩都唔成問題，生活肯定係方便嘅。而且咧人冇咁雜亂。我嘅同事都喺度住咗10年，真係真心推薦呢一個屋苑。依家二手樓都要賣成8、9千蚊，新房先至1萬蚊均價。甚至有啲特價單位先至係9000零蚊，價格嚟講咧，的確係比較筍嘅，100萬唔使可以買一套裝修嘅3房。坦洲位置唔差嘅，嚟坦洲玩過咧，食嘢咧應該都感受到。無非就係依家坦洲好多地方喺度整路，大佬啊，整路係好事嚟噶嘛。路通財通，成個中山最熱鬧嘅區域嚟講咧，坦洲話第2，冇人敢話第1嘅。冇人嘅地方，啲樓肯定係平㗎啦。你話網上咁多博主，幾十萬嘅樓，主打一個字夠平，但係肯定係比較偏嘅，呢啲唔使講㗎啦。依家花城賣緊嘅單位咧，有89平方3房2次大裝修嘅，最平80零90萬就可以攞低，幾抵買嘅。再加上咧，跟 Jennifer 去購買咧，再回贈多7萬蚊俾你，幾乎首期都係俾返你。不過你確定返自己一定係冇去過樓盤，如果去過嘅話，只可以換名買，因為發展商咧，佢每一個客戶都有一個保護期嘅，所以記得呢一點啦，千祈唔好自己去樓盤啦。身邊如果有朋友需要
都可以分享返 Jennifer 呢條片俾大家，可以幫你朋友慳到錢啦。同時咧都希望各位可以幫 Jennifer 點返個 like， 分享出去。如果唔係嘅話咧，好多人都唔了解，攞唔到呢一個回贈嘅。咁今日呢條片就到呢度，如果有咩唔明白嘅話，歡迎隨時諮詢 Jennifer。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